今日又有一位香港嘅朋友喺中山買樓中伏啊！點解我要講呢件事？因為我發覺呢，好多香港嘅朋友喺中山買樓，最大嘅問題唔係預算唔夠，而係呢根本就唔知道自己應該買咩嘢。咁早兩日有位香港朋友喺 Facebook 度揾到我啦，佢問我：阿耀啊，我已經落咗訂咯喎，呢套樓到底啱唔啱我啊？我了解完佢嘅成個情況之後呢，好直接咁同佢講：呢個項目呢唔一定差，但係你買呢套產品，我認為唔適合你。點解啊？客戶就50幾歲，依家喺香港呢仲有正職，加埋平時做 part time，一個月大概有2萬幾蚊嘅收入。佢對中山其實了解就非常之有限嘅，只係聽人講好多香港人嚟中山養老喎。於是乎自己落嚟揾咗個經紀睇樓，睇完當場就落訂，而佢買呢套就係中山南區金水灣啊！我先講清楚，我唔係話金水灣唔好，金水灣有啲單位望江啊，居住環境都可以㗎。問題根本就唔係樓盤，問題係你買咗一個咩產品？房價35萬加5萬蚊嘅裝修，一共40萬左右。聽到呢度呢，可能有人已經開始興奮啦！40萬有樓住，仲想點啊？但係我想講一句比較難聽嘅，買樓唔係買平，尤其係養老，更加唔係越平越好啊！呢套單位係40幾平方嘅複式公寓，2層，一樓呢就冇房間嘅，你要休息就必須上2樓，而呢條樓梯呢又窄又高。你而家50幾歲啊，身體仲好，行幾級樓梯當然係冇問題啦。但係你買嘅係養老樓，你唔應該只考慮今日嘅自己，你要考慮10年後嘅自己啊。今日你覺得我行得上去，10年之後呢，人會老，身體機能都會下降，到時候一條今日你覺得冇所謂嘅樓梯，可能就變咗你每日最大嘅風險啊。所以我一直講，買養老房啊，唔係用40歲嘅身體去規劃你60歲之後嘅生活，仲要有一個更現實嘅問題。你而家喺香港住嘅單位，就算面積唔算大啦，起碼都係你熟悉嘅生活圈。咁你專登過嚟中山買樓，究竟係為咗咩呢？係為咗養老，係為咗改善生活，係由想細單位換去一個更加舒服、更加適合退休生活嘅居住環境。結果你花咗40萬買翻嚟一套40幾平方嘅複式公寓，我就想問一句咯：你由香港搬到中山，究竟改善咗啲乜嘢啊？面積冇明顯大咗，生活未必方便咗，養老嘅功能更加唔一定提升，反而多咗一條你每日都要行嘅樓梯。咁你搬過嚟嘅意義喺邊度啊？所以我一直同香港嘅朋友講啊，中山買樓最危險嘅唔係買貴啊，貴你最多係心痛一次啫。買錯你可能要住10幾年啊！係你哋講緊嘅退休養老，千祈唔好一落嚟就俾幾十萬一套，首付好低，越高好平啊！呢幾個數字吸引啊！因為房地產最殘酷嘅地方就係平嘅樓永遠都有，但係真正適合你嘅樓呢，未必平。你要買嘅唔係一套40萬嘅房，你要買嘅係未來10年、20年你自己住得舒服、住得安全、住得安心嘅生活啊！所以我幫香港客戶睇樓呢，第一件事從來都唔係問你預算有幾多啊？我更加想知道你點解嚟中山，你準備住幾多年？退休之後你想過點樣嘅生活？要唔要方便睇醫生？要唔要老人家住？介唔介意樓梯？中唔中意啲大單位？需唔需要啲商業配套？呢啲問題搞清楚之後，先知道你應該買邊一套。因為買樓真正嘅專業唔係識得有幾多樓盤，而係知道咩人應該買咩樓，產品同需求一旦錯配，再平都可以係中伏啊！記得關注KY。